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我们从头再来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以你生命，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一起来敬拜他。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在主面前安静，来仰望他，单单的把你的情感、意志、思想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释放我们进到自由里面。他是耶稣，我们再次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
听我的声，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你是掌权万美的主，你听我，拯救我。亲像你对行伫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同款，逐工透早就讲到属灵的妈妈，互阮早领受，帮助阮的灵性得到福音，灵命得到成长。感谢主，万一切荣耀而乐拢归于你，记得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轻轻听。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咱做伙来念。
如果你看会当看详细的话，咱做伙来念。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可公义，伊会赦免咱当中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感谢上主，因为伊的圣心留在咱，咱通看见咱的不足甲软弱，咱用紧紧分对大牧者的脚步，听按主的声音，日日更新，日日更新，听你合主是伊的道路，无偏离。是啊，主是咱的大牧者，咱要放了家己来互伊引带，因为主是信实的上帝，是咱永远的掌权。主是信实的上帝，咱做伙来唱，主是信实的上帝。我心安静的面前，我心安静的面前。
信心甲每一个人同在，求你默默的听。亲属的关系，甲是外相处的关系，拢通充满祈祷的听甲平安。我嘛要为着家庭中间看病的人来祈祷，求求来领伊亲手来医治因的病痛。伫医治的过程中间，要见证伊讲你的名，互伊知你是掌管一切的主，赐平安的主。求主保守看顾厝里的人，无论是咧工课，还是身体健康，拢有主你的祝福。嘛，恳求主赐落下伊，伫阮教会中间，完成阮每一个人拢愿意心内体甲服侍。嘛，恳求主有无师，有无师，传道伫主日中间的讲道，充满信息甲生命开来。卖当教导帮助软弱的人，通影响人的生命。求主互做每一个同志、小组长、同工有健康的生命，卖当欢喜来服侍，甲牧师有真好的配合，专心来服侍主。讲有教会更加欢喜，更加愿意来祝福伊。安尼祈祷拢是到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有教会。宣告曙光来祈祷，恳求主将康复中教会的计划异常，互师传道新学生甲教会长职、各区的区长、市长有对你来的智慧，阮通同心合使，推动教会整个的事工，为着教会让同心合意来回应你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咱做伙开声来为着教会事工。伫你面前一直接纳，恳求主将面对富强教会计划甲异常，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的教会事工的发展的计划，恳求主帮助下牧师、谢牧师、副传道、甲教会长职、各牧会区长、团体首长、小组长、主日学甲青少年事工、敬拜赞美团。双联事工、教育团队、总务团队等等服侍团队，拢有对你来的智慧、三甲共心，服侍伫主你的心间，互教会发展会当行入合伫主心意的道路。个人以家己的本事来投入教会大小的事工，彼此服侍，同心。阮嘛愿意谦卑学习，不断装备家己为主所用，专心尽力，甲牧者同工。传扬主你的福音，来回应你对阮的呼召。阮咱的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
疫情已经渐渐受到控制，总是阮台湾本求主无会亚卡，所有受到疫情来影响的国家甲城市，本求主洁净属于你的国度，重建恢复人类的生活的脚步。同时也本求主，把所有的政府首长、科学专家，通对你得到对你找到好的策略来解决这个疫情、这个病毒，回归主你手所创造这个世界的符号，本求主圣神赐下伫咱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愿你的灵也亲自来安慰、怀抱所有心灵，因为这个疫情来受到伤害、受到影响的家人，看顾所有的肢体，咱同心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的新心灵，来就是受到上帝的眷顾、甲保守，也为着体验疫情的这个时期来开声祈祷。亲爱的弟兄，阮感谢你真侪一时帮助。伫即届疫情当中，虽然阮拄着困难，但阮无惊吓，因为你互阮的心中有平安。虽然拄着试炼，阮无起欲望，因为你是阮的照顾，是阮的倚靠。虽然现今全世界因会有一个挑战，但是主，你是阮得胜的所在甲归来，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主啊，阮靠有你，因为你是阮性命的救主，求主保守阮徛起伫你全能者的椅仔。各位救主啊，阮的心倚靠你，求你扶持阮的软弱，将你的道路指示阮，互阮的性命更较坚固。主啊，你讲有两三个人互你来组织，你嘛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三段路，有通放心阮的聚会，因为阮不知疫情。阮知疫情袂当阻挡阮互相关怀，袂当解开上帝的听。阮若彼此相点，将人会对安尼知影，阮是你学生，互你的名直直荣耀。主啊，宣召阮嘛要求主赐名保护阮的国家、政府、教会，甲每一个人。阮相信，当阮同心同心向你祈祷的时，你就要收赐阮新的祝福、新的方向。新的理想，带阮来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今仔日5月31号是全球祈祷日，侪基督徒会做伙行动，兴起城市祈祷的声音，彼此来守望祈祷。今年因为疫情，无有实体的祈祷会，总是阮有愿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为着这块土地来献上祈祷，也为着未来有可能。佫遭受到侪咱所无法度确定、咱所无法度掌握的这灾难甲挑战，为着台湾这个岛屿会当分别做成，成做世代的信仰见证甲提升，咱同心来做伙开声，更加转化咱的世界，互列邦列国充满上帝的荣耀，咱做伙来祈祷。上帝，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人世间，用世人的名义的疼心，用伊宝贵无罪的死，基督，我生命大主宰，你了解阮的软弱，所以你就天了后，差派信心保护师降临到伫阮的心内，坚固阮的信心。请做阮随时的帮助。今仔日是信心降临的这期，全世界、全台湾的教会组织同心祈祷。主啊，请你看伊听阮大家祈祷。主啊，是毋是阮世人的祈祷无够野，无听见天地的声？所以因为的贪念无止线，烧抢资源、石油，佮过量的开发，引起族群的冲突、战争。散者较严重的地形疫情，恳求信心的帮助，帮助这世界上的教会基督徒会当认罪悔改，看见家己的欠缺甲软弱，互正教会甲基督徒用祈祷
用合一的心，将天父疼心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报应，甘心恢复天父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心意。主啊，奉你的名，今日下晡2点，台湾正教会要举行全球的祈祷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无法度三甲组织做伙祈祷。阮伫无共的城市，四散伫几千教会，会友的家庭内面来主行。毋过阮相信，只要2、3个人奉你的名，共心恳求祈祷，主啊，你一定参阮大家三甲伫地。愿主亲自保守、看顾、听阮正人的祈祷。阮一切感恩、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愿听到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愿听到听你的声，我的故乡。无论是伫任何的所在、任何的时间，阮拢要把握、掌握所会当接受的每一个人。阮也要将最最也要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诚心随便恁的脚步，会当放心、安全来到咱当中，做伙来到圣殿三角组织，做伙敬拜。咱一时要做伙来用富强教会祈祷文这声来宣告。咱举出咱的正手。 祝耶稣基督的恩惠加大，各位平安，富有教会，加所有会友。
亲爱三亚平民，因欢喜主义，依着少年的家属，最派比赛保护办，有信心更叫阮富用教会，看见家己的破壁，无用人才来为阮甲家己姊妹心上有任何方面的机会，重要要做到的选择，从喜乐、意义、上天的平安。合理的敬拜大赛，让我们阮富用教会安静家己姊妹心上，记得靠主耶稣一个人啊！阿门。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
咱做用咱的心来学咱的上帝，我的心嘛，你就欢喜出声来学咱的耶和华，用咱的真心甲虔诚来真实来学到伊，咱入手时光。我心啊，你就欢喜出声学到耶和华，眼睛先看见世界快乐你，你的一切都得感谢你的智慧和关心。我心啊，你有话，你就想我。
180首，全年独立袂亡。是阮日后会做我的上帝。是教会的生日，愿通搁一遍组织伫你的圣殿，用欢喜跳跳的心来敬拜你，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你过去的日子对阮的保护甲看顾，也要用祈祷的心恳求你赐阮新的规律。行新的脚步，上帝将美好的意象以及阮人生的脚步迈伫头前，互阮勇敢向前来迈进。愿今日的敬拜归荣光的上帝，愿恶乐透过伫你的工作中，让阮通过圣餐来纪念你无限的疼甲救恩。愿主你的恩典甲疼爱，拢施落伫阮正向人生的身上。无论是伫礼拜堂，阮实体的敬拜，也是网络中间，阮大家做伙伫主你面前三角同心的聚会。我要学习主耶稣所教示我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我的天父，我的良心，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行，一切是你。我的一生来向我，下天万国，是主我的下天国来我的主我的一起。也给我们一个把你的名劳起所代代都行，阿门。大家请坐。彰化区第14天，我来睇。海水也应滑滑好，但都袂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地方滑滑好，地国
共游。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纸巾、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坐伫至高宝座顶的君王，愿要学到你的名到万世代。听阮世间人的上帝，你是万福的源头，你的恩惠袂捌停止。主啊，求你光照阮，若是阮有得失的所在，求你来赦免，无得互阮拄着试炼。求你救阮脱离黑暗权势。互阮一世人尽心尽力来荣光你的圣名。亲爱的主，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这3个月来，真侪教会的聚会甲事工无法度继续来进行，总是拢无互阮甲主你的疼隔离。这疼是阮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的疼，互阮通过学经祈祷，常常甲主相结连。愿相信你要引带阮行伫你恩典的道路。亲爱的主上帝，求你怜悯心灵软弱，也是身体病痛，也是失去亲人的兄弟，因为你是有医治权柄的上帝，你是赏赐阮心灵平安的上帝。求你存你大权能的圣手，互病痛的得到医治，心灵软弱的得到安慰。充满平安，亲爱的主，愿将所有感恩祈求，拢摆咧伫主的面前。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无顺这个日教，阮都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在坐几间厝，阁有亲像分开的火子对因出现，飘伫逐个人的顶面，因拢受信心充满，照信心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语言。第二位伫罗马书会章所在。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性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即时请信徒为献诗煞，请夏牧师讲道。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领受信息，生命整全。
平安。感谢主，日是5月。这个世纪开放的中间，慢慢政府已经宣告，咱会当真正慢慢发展这个疫情的束缚，咱过一个防疫的新生活。拄好是圣神降临节，等于是咱的教会迎接一个新的季节，咱的这个年度的这个教会日就是圣神降临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圣诞节这段期间，拢是圣神降临节的节，所以这是一个真难得拄好下着咱防疫告一段落，也是咱听日即位更新安尼活跳，也迎接热天到。所以咱先甲隔壁请安讲，真欢喜看到你，好无？来，甲大家请安一下，感谢主。咱除了领受主的话，咱小等下要做伙来领圣餐，做伙用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咱今日有读为圣经节，头一位是圣神降临节的记载，第二位是保罗甲咱解释什么是圣神。咱小等下咱各做一遍来学习。但先咱要搁做一遍来确认的就是。圣神就是上帝的灵，无分。但是以早呢，因为咱人的认知甲知识，咱大讲三位一体上帝，所以咱基督上帝、基督耶稣，好像就圣神，甲是伫边仔无啥物特别的角色。毋过，咱若是通过保罗先生对咱搁一遍的明确，一个明确的这个宣告，还是讲一个明确的指导。咱就通知影讲，伫拄则咱读的即个罗马书8章9节，咱若会读，咱是毋是做伙搁台语的咱来做伙开声读一好无？来，既然上帝神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毋是上本性，是上圣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上基督。真拄好，敢若一节圣经节。就甲咱一般咧理解的圣神的名称，拢伫一节的中间，甲完整来呈现出来呈现出来。而且有写讲，上帝神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是受上圣神。人若无耶稣基督的神，就无上基督。安尼表示，上帝神、圣神、基督的神，拢是咧共讲一位。咱所以认为讲三位一体上帝是要帮助咱人。去理解上帝的作为啦，事实一体就是表示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神是属一体。所以圣神就是上帝神，是咱今日圣神降临节，好像搁咧复习一遍，搁是咧强调咱伫信仰上迄个上界根基的部分所以这个三个称呼倒边若说的是华语的，正边就是台语的。所以你知影讲上帝灵，你讲上帝神、圣神、圣灵、圣神、基督的灵、基督的神，拢是咧讲同一位。伫圣神降临节，互咱更加明白圣神的配合、圣神的祝福、圣神的帮助，是咱基督徒上大一个福分。这个福分咱若该失去，也是讲无去重视，无去体会。咱即个伫知识上讲圣神，两字就解决啦，实在是足可惜。因为圣神甲咱整个的属灵的生命，拢完全的关联对。所以咱就一个小故事来讲，谁若无圣神，就无属灵的活命若无圣神，就无属灵的活命。有一个小故事咧讲安呢？拄仔亲像即两日安尼假期，足侪人好天哇！咱的陈时中部长讲走来咱台南国华街，人客甲讲，互伊行路行袂过，去咱的基里基里的即个博物馆讲到客甲讲伊的鞋去互搭去就对啦伊表示讲，足侪人拢相争要出来佚佗因为既然即个防疫的部长来表示对就安全就对啦这是一个安尼大家
伫厝不了真久啊，迄种感觉出来外口晒日来参加即个野外活动真欢喜。你讲起有一个假期中间就一个家庭足欢喜的哦，规个车顶甲所有要食的、要用的物件拢囤啊规只车啦。我这太太感觉讲，哦，迄物件敢早无够咧，当无位人缀啊，要安怎？回去叫师傅讲甲车内的物件会当摆拢甲摆起来就对啦当然这是一个古言的故事。拢摆起来拢缀落去毋过无拍算，竟然甲迄个底油的迄个桶拢甲摆起来，都无燃料安尼因为即有电动的啦，无燃料迄只车就开袂行。这是一个足切的小故事，当然无人遐戆啦。但是咧，甲咱印证什么呢？你即只车卡安怎偌好，我是上高级的也是迄款迄个进口的迄款的名车你著甲欠即个动力，你著无路用。即只车甲大古董好看啦定。这甲咱讲什么意思呢？车若无迄个动力，你著无可能开行。咱要甲咱印证什么？基督徒的中间，咱若有人离开圣时，还佫会当继续活落去。有影，你的状态是活的，但是你无圣神同在，好像欠缺迄个车欠缺迄个油箱共款，你无力通往前来行。今仔日咱迎至圣神降临节，对伫圣神降临节的故事。也是讲伊的来源，咱伫周报啦，拢写清楚。咱是只是做一个描述甲学习就对啦圣神降临节是啥意思呢？咱是用照基督教的节期，就是伫过偌最后的50日，过偌最后50日。咱今年的过偌节，几号爱记的话，有印象无？4月12，12，4月12你甲算起来等于过即个。7礼拜，过7礼拜，佫新的一日，今仔日第50日就对了。50日就是纪念耶稣讲，恁看我安怎上天也要看我安怎来。讲恁都爱伫耶路撒冷来听候，我要找圣神来领导恁。所以就是伫即个咱拄则读的经文的内面，讲遮个温度拢聚集伫一个所在。拄好，迄个时间原来伊毋知影这是圣神降临节大圣是毋知，因是咧纪念什么？纪念五旬节。所以五旬节甲圣神降临节拢真巧合做伙。这是上帝伊安排啦。因为这会场伊都毋是调工要设即日咧，是圣神家己做的所以咱也会使讲，圣神降临节，因为降临伫遮个温度的时阵，因就开始讲方言，因开始传福音。因开始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讲有遮尔几啊千人来信耶稣，是用这个来成做咱教会一个开始的日，圣神降临节。所以咱讲圣神降临节嘛是基督教会的生日就对了咱再来讲五旬节，啥啦？犹太人要过五旬节，咱嘛甲了解一下。所以以后咱就知讲五旬节、圣神降临节两个虽然名称无共款。伊的意义嘛无共款，但是拢合做伙。这是啥物？因咱知影讲，犹太人因咧过五旬节的意思，是因照犹太历，犹太历守节期啦。这纪念啥物？纪念以色列人出来吉以后第50日，上帝呼召摩西去西奈山，然后颁布迄个10条诫。咱知影讲两块石板嘛，互摩西。所以因遮的犹太人对迄阵开始就纪念讲咱出来去自由上帝颁布10条诫，甲犹太人立约，所以50日因就伫因的四大节期内底叫做五旬节，用这个来孝念上帝的疼，因为上帝把因带出埃及，而且上帝将约来守续互因，表示上帝对人袂失约。要永远来保护，要来照顾这个犹太人上帝的百姓。咱看基督教，咱读的这个《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的，就是记载头一个圣神降临节的记录。咱就是讲，这段就是像一个新闻记者，走去
咱的总统就任的时阵来报告，哦，迄日安怎就任的情形，甲写。这段经文短短吼，咱搁来复习一下。伊讲五旬节，你看，因的纪念上帝颁布这个10诫吼，因是伫遐咧纪念五旬节哦。伊讲五旬节的日到，阮都拢聚集伫一所在。伊讲不简单啦，有声对其顶来，佫亲像透大风，充满因济的济啦吼，的规间厝。所以五旬节有新款的即个外表的即款情调呢，就是有声，佫有大风，然后佫有亲像分开的火枝对因来出现，佫伫逐个人的顶面啦吼，指分开的指伫逐个人的顶面，然后用即个来描述的结果，讲因拢受圣神充满。叫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各种的言语语言。若要讲圣神才会记号，大概即几项有声，佫有即个风，佫有分开的指，因会讲方言，这拢是当时第一次圣神降临的时阵所描述的现象。当然后来，咱嘛佫增加看去讲，亲像井啊。耶稣受洗的时阵，有井降临伊的心情。这个咱看起这个图当然咱看起当时咧纪念的即个情景情景安尼啊，亲像井降临安尼这拢是咧讲起着即个情景即个情景表示讲，这个拢用来象征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咱来咱看去讲，今年的圣神降临节，若要对咱基督徒来讲有特别的意思，有特别的意义啦。就是讲，咱伫即个过偌济时阵，咱迄阵了都是防疫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咱迄阵有讲无暂时无举行圣餐。咱就准备好啊。讲今仔日若圣神降临节，咱要举行圣餐，咱有一个配套，就是咱无迄种开放性的圣餐饼。甲葡萄酱，咱去买一种足特殊特做的啦吼，特做伊拢密封起来，每一人一份，然后饼甲葡萄酱拢放伫迄个小小的一个盒仔内底，用安尼咱安心来享受圣餐。咱讲即摆圣餐真有意义，第一就是咱知影即个疫情来缓和起来，咱政府嘛已经宣告即个防疫的新生活开始啊，就是咱看去。陈市长部长来台南吼，大家人已经拢有点仔已经无搁照遐个规矩啊，有挂口罩啦吼，遐个假帮嘛拢有伫咧啦。但是一般的业者拢知影讲，伫目前的情形，政府伊毋敢甲伊讲，拢毋免挂口罩，你拢照原来啊，因为伊是我有听伊即句话真有意思，伊讲咱先甲伊用互伊惯势。就亲像咱咧骑机车安全无滴互变，你滴安全无，毋是要互挂落去是滴互惯势。若真正挂落去，无代志嘛。所以就是要鼓励咱，虽然热天到，热天到，不过大家若惯势挂口罩，因为咱毋是干台湾安全的，咱准备爱开放机场、开放船只来出入外口人入到底有危险无？咱毋知啊。国际人客、观光客进来安怎？咱较出人继续有即款的防疫的措施。虽然台湾目前无问题，国际人客嘛未进来，实在是相对安全，但是爱咱管好习惯。管好习惯，咱若真正开放外国人入来，咱已经管是无受到第一步的迄种危险。所以即个新的生活。会使讲亲像圣神降临，这五旬节圣神降临，输入咱一条新的生命，属灵的新生命，嘛是属灵新生活的开始。咱会当明志，咱政府宣布讲，对后礼拜6月初7开始，等于咱拢总有4遍的隔离期啊吼，意思是4遍14天的4杯，咱拢完全拢无本土的感染，表示咱所有的人拢相对的无任何的人。违反义务，违反迄个病毒伫咱即个本土的所在。
这实是一个真好的大消息。世界各国还佫真侪所在，还佫伫危险中，还佫伫咧艰难的中间，总是咱会当快乐来开始恢复新的生活。这敢毋是圣神降临，上帝予咱一个新的宣告。咱圣经内面讲，你要迎起新的季节。咱知6月中佫过就是夏至了吼，夏至到啊，表示咱新的季节拢来啊。咱嘛知影讲17年前呢，迄个热天到的时阵吼。迄个 SARS 团消失去，免像即边安尼一直提防甲，咧怎样袂记记啊？我都无代志安尼吼。咱人讲，可能宣告，奉主的名宣告，圣神降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后礼拜开始，咱圣光殿要开始来练习啊吼。咱若准备好，咱后礼拜咱的爱餐嘛要恢复啊吼，表示咱大家拢才有信心，咱大家拢知真有平安，感谢主。感谢主，互咱有一款的恩典啊吼，咱真正是领受即个祝福。咱后来进一步了解讲，是安怎咱要行起圣神降临者，圣神的本质到底是甚物？吼，圣神的本质到底是甚物？第一，圣神就是神啦，意思圣神就是上帝啊。吼，两个部分就对啦。因为咱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讲，圣神有上帝的属性。因为圣神讲原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的时阵，圣神讲上帝的灵运行伫水面啊。所以第二项是圣神嘛是参与伫整个创造的圣工啊。而且圣神甲耶稣做伙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神甲上帝是合一的，无有任何会分开啦。所以咱人讲圣神是上帝，所以咱毋通搁一个误会，讲我像你讲圣神，等于甲上帝耶稣袂记起啊，毋是啦，是咱对人的即个角度去领起圣神的帮助甲规律，互你更较清楚，互你更较对焦安尼来行。第二，圣神咱较熟悉即个名称叫做保惠师。保惠师伊即个名吼，台语的名介绍加较古老吼。咱较感觉讲即3字要安怎解释？伊有几项的解释吼。第一项就是帮助者，当帮助者。罗马书8章1节讲，伊时常伫咱身躯帮助，精兵帮助咱。第二是教师啦，吼，第二是教师，伊是教示咱。约翰一书2章第4节讲，教示并且互咱明白。第三，真要紧是安慰者，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咧替咱祈祷。使徒行传9章31节讲，安慰咱所有的痛苦甲悲伤，圣神才会当处理。人的话语有限，但圣神会当安尼。第四项，圣神是咱的辩护者。咱知影讲，伫法庭的顶面呢，拢有迄个律师在帮助被告也好，也是原告也好，来讲出伊的理由、伊的原因，也是伊的诬告。这律师伊通讲出一套非常有力的话，来为着这个人来辩护。咱的圣神就是安尼，伫上帝面前替咱辩护。咱就原来无遐尼好，咱就犯罪嘛，足罪啊！咱所做的毋对吼，歹算啦。但圣神哦，怜悯啦，讲这个人安怎，甲上帝讲情的意思，卖咱甲上帝说明讲，这个人会软正啊当着。所以约翰一书2章1节讲，伫上帝面前伫咱讲话。第5项是辅导者，引带咱，互咱行出迄个新的方向。约翰10章13节讲，凡事引带咱，等于甲咱协谈的意思，陪伴咱。所以这圣神的规律是甲咱生活结连做伙，无有分开的就对啦。所以咱讲保惠师这3字，咱就听起来讲是好事啦，记袂出伊的实质上是甚物吼。伫非洲就是有一个宣教师要来甲非洲人解释什么叫保惠师，产生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安尼吼。保惠师就是伫软弱的人的身躯边提供困难的上帝。你就知影你若有软弱，你有欠缺，你有枵疑，你有烦恼，
你有病痛，你有最不足，圣神就是伫你的边仔咧帮助你的，一个保护者，一个看顾者。咱台湾今年大家平均年岁愈来愈增加，年老受照顾的人真侪，所以咱知影讲，咱台湾即马有一批新的人口入来，就是咱对越南也好，菲律宾、印尼有一大批的，甲讲是女的吼，才会叫做看护，才会陪伴者，伫咱的兜，也是伫咱的亲情中间咧陪伴者老大。老大人可能行动无方便，要生活有法度通照家己的方法，所以就有一个人帮伫边啊。咱人软弱拢需要人帮助，但是咱伫人臃肿的时阵咧，咱人逐项拢会晓的时阵，有需要帮助无？圣神伫迄个中间成做你的帮助者，所以就是非洲人了理解，因用即个方法来理解讲。是倒伫咱身躯边的人，讲到底保卫师来甲解说是倒伫咱身躯边吼，为即个小故事对啦吼。伊讲伫非洲一个部落咧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师吼，伊就尽力啊，照伊的理解，照伊所对圣经的认识，哇，足费力尽力来甲遮个非洲的遮个信徒解说讲，什么会是保卫师啊？所以就解说讲圣神吼。就是会当帮助互基督徒有勇气，爱甲因教示吼，会甲因训练，会保护，会引带。讲了无，迄理论拢足清楚就对啦，足好。但是呢，这非洲人听嘛是听无甲迄位就对啦。伊听一个句，因就加回复讲安尼啊，牧师啊，你敢是咧讲安尼啊？伊就安尼甲解释。这原住民听到保卫师的解释了后吼。我若照阮的理解吼，迄就是叫做倒伫阮身躯边的啦。即个讲即句出来吼，哇，即个宣教师傻无讲，倒伫身躯边是啥物意思吼？倒伫身躯边的人，敢是咧讲你的太太，还是讲你的兄弟姊妹呢？然后即个原住民才甲伊解释，讲伫伊的生活，伫伊的文化的内面吼，因为伊交通足方便，所以原住民常常要背足重的物件，包括也是遮个产物吼。行路啦，当然身躯难免会拄着破病，也是足疲劳。哇，倒到树仔骹，若无树仔就倒伫路边咧，涂骹底下叫。因为伫遐你无方便，非洲就是野兽的天堂嘛，所以咧足容易互野兽来攻击，因为你无力通行嘛。你若身躯野线也是白疼，伫遐。早晚就是诚做野兽的食物就对啦。所以若是拄着即款情形的里面，若拄好有人经过出现，伊就安那，伊就无离开，伊就倒伫伊的身躯边来甲伊陪伴，来甲伊保护。讲即款人叫做倒伫我身躯边的人。因才会后非洲人讲，原来圣神就亲像即款提供你及时的帮助。甲你保护，互你无互野兽食去。这话真有意思啦！这是若是属灵的顶面咧，圣神倒伫咱身躯边，咱野生的时阵，甲咱提供、提醒、保护、关心。无互野兽食去，台湾都无野兽通伫路边甲咱食咧。但是咧，魔鬼亲像后西南是，魔鬼亲像迄个野兽要吞食你嘛。所以圣神倒伫咱身躯边。来提醒咱，来保护咱，提供咱及时的帮助。所以遐是说，圣神就是咱基督徒伫咧行天路的时阵，野线的时阵，倒伫咱身躯边保护我看顾的保卫师。但是这个你绝对需要，因为伫人生的道路、天国的历程，你什么时阵要野线，你什么时阵会倒退路，什么时阵要退落去拢唔知啊。有时是你上界用的时阵呢，有时你上界成功的时阵呢，什么时阵要发生状况你拢唔知。但是你爱求圣神伫你的身躯边陪伴你，唔通话你安尼摕伫路边互野兽咬。所以咱伫基督徒的生命中间，你需要圣神就是安尼，因为咱无一人保证家己永远拢健康无代志，永远拢无什么危险来规划咱。
所以咱需要保惠师伫咱身躯边来甲咱陪伴就对了吼。若是安尼，咱要安怎得到圣神？就是咱需要圣神的充满。以早咱常常基督教会，特别基督教会，因为以往较无即款的传统，所以当初期有一寡咱嘛，拄则咧讲五旬节嘛吼，所以较早若有一款较追求圣神的教会，咱都改叫做五旬节派，有无？吼，其实就是咧经验圣神降临迄款的意思。当基督徒会理解，特别咱基督教会感觉讲，圣神充满是毋是表示讲有迄个外表的讲方言呐吼，也是有款感觉讲入神安尼无较感性迄面嘛，其实毋是安尼啦。咱既然看到人的表面，无去看到圣神充满的实质，咱就爱借即个机会更较深入来了解，就是咱爱互三位一体的神。你若讲圣神充满，哎哟，这毋是阮长老教会的传统。但是咱拄则已经讲起啊咧，保罗讲吼，圣神就是上帝的神啊，圣神是耶稣基督的神，你毋圣神充满，你是要叫啥甲你充满？这个咱理解咱心房就有去啊！原来我要互圣神充满，就是上帝甲我充满嘛，就是耶稣充满我嘛。所以你就是爱互三位一体神，圣神踮伫咱内面，踮伫内面哦，毋是家己做大的哦，是掌管，互伊带，互伊保护，互伊照顾。所以圣神充满伫咱生活中就显露出来。因为你若有圣神无圣神吼，伫你的基督徒生活随时看会出来啦吼。所以这就是咱甲圣神密切交通的结果。你若有圣神充满，毋是去甲人哦，咱即阵来公园祈祷，哇，规间礼拜堂大声喊，你就是叫做圣神充满。圣神充满伫你日常的生活的中间，伫你的即个日常的做事的中间。若要用一个代表，就是以弗所书5章的18节到21节吼，内面咧讲起圣神充满的生活是啥物吼？18节讲，反正就互圣神充满。伊先讲哦，圣神充满了要安怎？讲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对神体唱圣诗甲诗篇来称赞主。意思是讲，咱会晓对身体唱出好乐的诗歌，用诗篇、用圣诗，甚至用灵歌。灵歌就是讲，迄个话词咱听无，但是就是讲对心内迄种属灵的声音出来。后时咱参加集会的时阵，看到咱伫吟这敬拜赞美歌一站了吼，顿琴的声就自然走出来，咱就唱甲身体出迄种声音安尼有旋律就对，但是无有一个特别的固定的话语，迄是灵歌，这拢是对心内咧甲上帝的沟通就对，从这是一个好乐，所以圣神充满第一项19节讲，咱是吟诗学乐主就对了。第二20节讲。就靠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为着逐项代志时常感谢天父上帝，表示讲圣神的充满，互你甲上帝关系结连，你会为着逐项代志感谢上帝，你就真有意思。你若快乐，你若成功，你若有赚到钱，你当然会感谢咧。但是基督徒难免会拄着困境咧，会拄着挑战咧，甚至病痛咧，甚至拄着危险咧。但是当圣神充满你的时候，你会为着原来的负面的事来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一个化妆的祝福。你若无迄个属灵的眼光，你就看袂出这款的祝福。首先呢，咱这3个月来的这个疫情，互咱真大的感受啦吼。世界在大变动，首先呢，咱人的生活嘛拄着改变。经济也好，产业也好，拢大改变。生理人大风险，经营袂落，要关就爱关，市场爱退就爱退，迄是真大的挑战。但是咧，有人就咧讲，哎呀，这个事吼，若较综合来看，是上帝吼，伫咱即个世界安尼一扑的中间，突然间甲咱关机啊，关机互你休一下。佫定心来，因为这地球需要休息。
你若讲敬伫一个较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3个月的付出，并无完全是负面的，有影有死心，有人的拄着的困境，但是整体来看，有时你会晓用这个事来感谢上帝，这才是真正一个真大信仰的课题。最后2再讲，就用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服。所以若要讲是讲圣神。以有所书5章18节到20节，圣神充满了后，互咱所过的生活是啥物？就是这3项。第一，咱过着无论的生活；第二是过着感谢的生活；第3是过着顺服的生活。所以，若要讲是讲圣神降临，毋是讲来礼拜，大家做伙讲方言才是圣神降临，也是讲一个牧师。真有温哥来甲咱引传一个圣神的聚会，才叫圣神降临。你的圣神降临是一个无形中间有关伫你的内面，互你的生命得到改变，迄个圣神的充满。愿咱基督徒每一个人，你拢爱过圣神充满的生活，因为你若离开主，你就袂当做啥物。最后咱要讲，圣神互咱的即个开力。约翰福音14章12安尼甲咱教导。耶稣讲的话，伊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搁较大的，因为我要去白遐。这是耶稣要受苦进前对学生所讲的话。即句话，互人感觉上无理解的是讲，有影你信我的人会当做我所做的事，安尼有理啦吼。耶稣甲我教你要离开我来对你做。但是讲，甚至会做搁较大一句，咱啥拢无。耶稣就是全能的上帝，伊做的代志是哪，搁有人做比伊较大。所以咱后壁会当甲伊做理解啦。耶稣伊是用肉体，伊是道成肉体降临伫巴勒斯坦，还是讲咱伫以色列迄个所在，伊是一个有看会到的形体，伊传福音。伊行神业，伊讲道理，伊医治病人，拢是限定伫迄个所在。但是伊讲，恁才会信我的人，你要得到即款的规律，来做我所做的事，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人，你才会运动啦愈开阔，恁是毋是会做比我一个人做的事搁较大？伊意思是安尼，就是讲，好亲像一个分散的小基督，一个分散的基督徒，你要。往普天的传福音，要做我所咧做的事。今仔日，咱全世界正教会就是咧执行这项耶稣基督的宣言。所以，咱期待咱伫这圣神降临节，咱做伙来领受这个圣经在所互咱一个鼓励。第一就是讲，因为圣神充满，咱就受耶稣基督的本性。因为讲圣神就是耶稣的灵啊，所以圣神来充满你，是毋是你就有耶稣的规律？咱家叫做小耶稣，安尼会理解较清楚啦。就是你有耶稣的本性伫你的灵、你的内面，所以咱讲基督徒，若奉主的名来祈祷，病受医治；奉主的名来赶鬼，鬼就离开。按什么意思？毋是你这个人有啥物口才甲力量呢？是你有耶稣的灵甲你。第二，这个原本的规律是伫倒来，因为你有信。拄则咱经常有看吼，讲信我的人嘛，所以你空嘴无即讲耶稣安怎，迄无效，是你有信，你有领受这个对耶稣基督救恩的祝福，你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规律，就像咱领受圣餐，咱相信这个圣餐是证明耶稣基督的临在。所以咱就当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迄个关键在遮，愈侪人，比方当时10个运动，即摆来有几啊千人信主对无？慢慢开遐去到分散去到欧洲，去到北美洲，来到亚洲，到南美洲、非洲，咧传福音来宣教，甚至遮个人拢带着耶稣基督的规律，将福音传去，这敢毋是做？当时耶稣一人做的代志，更较大的事。但是即回，你是咧做一件伟大的事，因为你是咧做耶稣基督伊当时所交托的任务。咱逐人拢有分，毋是一个人来做比耶稣较大，是众人做伙做，互耶稣的天国的事业扩散伫全世界。
到天边海角。感谢主，今日圣神甲恁做，咱通过圣餐来纪念这项事。愿主帮助咱，咱也是过着一个新的丰裕的生活。伫咱要做伙来领受圣餐进前，咱要先有洗礼，所以咱先来做祈祷。咱有位小朋友吼，要伫第一场礼拜，伫遮来做洗礼，咱三个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大正在，通过圣神甲恁做，互阮更较明确知影主耶稣叫你的神，我若是神，你是要临在阮中间，互阮经历上帝你的同在，经历上帝你的祝福。阮伫遮要通过圣餐来见证上帝你的疼，愿你的平安甲归咱守住伫阮中间。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但是为咱要来修诗吼，来准备要来做洗礼。咱今仔日第一场礼拜奉为古水的小朋友吼，曾延新甲曾养新，咱要吟修圣诗，吟这个圣诗的351首吼，咱吟1节到第3节，咱一个吟，吟诗带到请这两个小朋友的父母来带囡仔到头前，来做实验吼。来，咱来吟一个吟就好。上主的水泉有水满，会修所有的画面。延伸甲平伸要来学洗礼。伊本来是报名报偌济就要洗礼啦吼。伊迄阵咱就无鼓励圣餐，无协调一个团体，圣经甲恁在遮来，两个可爱的小朋友伫父母的印出来里面里面呢也要请家长家长代表来使用咱这个帮站是我到亚我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但是为咱有听见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后先，甲伊领洗礼，互伊归伫地顶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你的，就教是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三甲基地到世间的落尾。也圣经有记载讲，有人带细囝要互耶稣祝福，但是学生无了解，甲伊阻挡。但是主耶稣讲，用阮细囝来就问我，无得救因，因为上帝讲是这个人的。我实在甲你讲，凡若先接上帝的讲，无亲像细囝的，我绝袂你入去，就靠因来甲因来做祝福。真感谢主，上帝的恩典祝福伫这细囝的中间。虽然囡仔还细汉，无了解当中的真理，但是父母伫边仔陪伴来甲伊教导。有一天，因要搁在主的面前来做献身礼，来受祝福。所以即阵请父母来应答我所问恁的，恁若认同就讲有，咱会使吼。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出声顶头拢会使。第二，恁着按照上帝所守护的规律，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
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又要安尼行无？感谢主，愿主赐福恁的囡仔囝儿，帮助恁受这个约。这时阵要请长老来帮忙吼，来为着细囝来洗礼。来，第姐姐先开始哈，来，妍希你走到前面就可以，走到前面就好。好。曾妍心，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大家同工就有面子，分享。来，最后一步我来画雅欣，来，请好。曾雅欣，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好，推到妈妈边边哈。好。谢谢牧师来做宣告。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会餐的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恩典。这个细囝的父母，甲陪着亲自来做见证，也三甲有份承担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因领受献身的，咱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啊，上帝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妍心甲雅欣，因父母的关心，引带细囝来认捌主。今仔日受洗礼，归入主你的圣会，也归入上帝救恩的国，这是阮上界欢喜的事。咱求你通过父母对你的信心，以及这个主日的老师，或者这个带领伊的长辈，陪伴照顾、鼓励、扶持。互细囝若平安长大，有知识、有智慧，来领受各方面的知识，也特别伫信仰更较深的认捌。直到因大汉的时阵，搁一遍来到圣殿来坚固家己的信仰，做献身的。愿你祝福两个细囝，以及父母，以及因的长辈亲人。阮伫你面前，用你的名来祝福因，感谢伊的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咱请。爸爸妈妈、小朋友向后转一下，我们给我送一个小礼物给你哦，哈！好，来，咱请谢牧师来。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是曾伟丽、李潇、阿哥长、罗秀文、金美哈。好，来，小朋友来，小礼物来，咱来拿欣赏哈，来欣赏。咱小的就免讲给较深啦，哈，送礼物就会使。不过。是不是谢牧师你徛边仔咧，甲伊迄张相做纪念会使？好，小朋友送给你看，这个是来，各有这个小礼物吼，来，妍希甲雅欣这是要是别人的，怎么教养儿女的书啦哈。来，妍希，来这张拿这样的哈，雅欣来好，这个是下第零类版哈，谢牧师来。同工照一张做纪念哦，哈，还是小朋友拢会起来无？以前拢无哈。来，咱小朋友做起来，做起来，把口罩拿下来。喂，来定买晒啊，哈，好，不要遮到脸就可以，不要遮到脸就可以啊，可以了吗？让爸爸同意来把你回过。过下这咱随时煞接，要来举行圣餐。第二日咱的圣餐吼，较特别，咱要饼甲汁做伙来分送吼。咱有缘要来吟首圣诗，圣诗就是圣餐的诗，我搭就份爱记你的面，请大家来准备，咱一个吟就好。来吟第一章。爱
咱要进行这个听书进前，牧师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吼。这是一个2合1的一个圣餐的礼盒。这礼盒吼下面吼是葡萄汁，但是这葡萄汁的顶面这个薄膜有一块小小的饼，是真细汉所以有时咱的长辈不能手吼，小可等下小可注意一下。意思是讲，伊这个尖尖的所在有2层，一层是透明的，就是迄个薄膜咧盖着这个饼。迄个蓝色的，才是咧显开迄个果汁。所以咱等下，咱的小会员头一遍咧分饼就等于甲饼甲杯拢分互你无使咱照即个礼式来举行。无使讲，请咱大家来做伙食饼的时阵呢，你就是甲第一粒迄个薄膜压开，把饼摕伫你的手边，咱甲咱的口罩叫落来讲来做伙来领受主的饼来食，食了无使讲来宣告。来领杯，咱甲迄个蓝色的，搁甲扭开，免全部拢扭啊，领甲开个甲，咱做伙啉，啉煞了后呢，你即个家己保管莫等伫迄个椅仔顶，伊即个后壁即个底有印一只圣经章，你扎咧，等于是讲上帝通过这圣经章咧对咱讲什么话，这有意思，咱小等的小会员就要来进行，即是咱做伙要来共修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欢乐上帝教会陪传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问我的人我决断无欺杀伊。所以，今日为咱大家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呢，保罗有甲咱教示安怎来守圣餐。保罗讲：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为迄年有提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会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胃身里面，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咱照伊的模样，咱来先来为着圣餐来感谢上帝。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我按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我谦卑由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伫你面前所守守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卫，也对你的恩典的帮助，会当真侪阮属灵的朋友，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愿的感恩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咱请小会员来捧这个饼甲杯，来分予咱所有的朋友。咱先分这个饼甲杯伫咱手中，咱才小等的牧师来做宣告了，咱做来领受。你摕伫手中的时阵呢，你先甲这个白白薄膜甲咬小可扁起来，等下较好抓。后面尖尖的所在有一个白膜咱小甲咬开，咱通好等下要叫较好叫饼较无问题啦扭开袂抓落来，安尼所以先甲第一个薄膜扭开就会使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当咱现在先来
裂开，啊，即个细粒摆已经摕入你手内啊，吼，啊，这葡萄浆呛唔浆硬安尼。主要说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小等下咱做伙同心来领受。啊，那较中过手较无方便，咱边仔人来斗掠者，吼，有毛啊扭开，迄个饼就出来吼。主要说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若有人扭袂好势举手，啊，咱较少年的同工来甲帮忙，好无？吼。有人无摕到，请你举手，会当调你吼。主要说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有人无摕到，请举手，通方便调理吼。有人较扭袂开，你举手一个，别人甲你帮忙吼。啊，迄个奖项人家扭开，较袂抓落去啦吼。主要说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定了还袂领受进前，你当先安静，别倒。讲主耶稣，你的救恩是活我真实的，要伫我的心中显明你的功劳较快乐。咱准备好了吼，咱餐厅了先准备，可能爱手拢甲放起来，较好掠吼。咱甲薄膜掠开，甲你的饼摕入手内。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大家三角来领受。食了后，煮安尼芳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信仰，伫我的会室里面，伊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安尼即位咱通甲这个第二层的薄膜掠开吼，先甲掠开，牧师来做宣告，咱做伙，轻轻仔掠吼，较袂抓落去。好，准备好吼。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杯是信仰，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同心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基地，咱同心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我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子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土地。今仔主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个圣神降临节，阮搁伫疫情来结束的时，阮能领圣餐，这实在是真奇妙的体验。因为主你通过你的宝血甲宝体来拍发流出宝血，来救赎阮，阮得到新的生命。阮也伫这疫情过了，我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就是一个活力的生活，做见证的生活，有上帝祝福的生活。阮伫教会、伫家庭、伫个人，拢白白得到新的开始。主啊，赏赐阮圣神的规律，帮助阮，阮行出一个新的画面，新的祝福。安尼感谢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感谢主，咱用这个新的这个圣餐的模式来做伙享受。
咱小等下吼，你若有是即个咱办条文件的，你会当用笔来记载即个竞争，你的心情的意思记伫纸里袂使，记咧周报吼，即人等伫外口办煞定伫外口会起吼。牧师做一个报告，就要请执事来收奉献。咱每一遍即马拢圣餐的时阵咧，咱特别就是有收圣餐奉献，意思是讲你今仔有两条奉献，一条是现金的奉献，一个是放伫落仔内底。你咱用迄个规定奉献迄个地啊，写你的名，还佫有数字吼。啥会安尼做呢？是讲咱慢慢将圣餐的感恩的现金，毋是咱教会家己内部要使用哦。咱要讲做一个宣教的经费，咱来帮赞助小教会，合用咱其中有一摆，咱要奉献吼咱中会内迄个足小的，遐个会友剩几十个、10几个，无几力，咱用这个钱来甲伊帮赞。所以你领圣餐受祝福，你嘛奉献祝福别人，所以有特别收2点。请大家理解，爱咱做为财务吼。所以咱要用圣餐奉献，你就伫周报内底有夹一个落你甲落笔内底。你若讲我都早遮的钱啦，袂要紧，你一半做圣餐奉献，一半来做资金奉献，安尼好无？咱把时间到，咱的聚会，咱请结束来收奉献，请同工来整理这个圣餐的对象。请咱来看全部第2啊，后礼拜6月星期是青年曙光纪念主日，希望台湾福青少年有2场礼拜的服侍，请业务传道甲服侍的青少年来联心。各年的奉献的名册有看伫第8页，也是有问题，请你来找财务组的人工。咱看第5页，第6点。昨举办一个唱歌、吉他甲
金牌主领训练。后礼拜6月初啦，阁有第2摆课程，报名的兄弟请会记得准时来参加。教育组所办的温度学校甲中英文查经班，拢已经恢复实体上课。内里的查经班嘛，伫后礼拜开始上课，详细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第7点，爱上陪伴的课程对5月已经开始上课，欢迎有需要的兄弟随时拢会使来加入。剩下咱请牧师来分享报告。好，各位兄弟吼，咱经过疫情的即个吊困，咱慢慢恢复正常的即个防疫的生活，新的生活，所以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的即个哀伤陪伴，用做即个网络的即个分享。真奇妙吼，咱有对美国咱有主来兄弟透过网络来做伙上课。所以呢，今仔日有一个伫网络上课的兄弟，甲即位陈建文长老夫妇吼，因拄仔伫台湾，讲拜托因来教会参加聚会，顺便把遐个资料早转去美国互因安尼。毋知建文长老伫遮无夫妇？恁行过来，我甲你欢迎来，欢迎你哈，欢迎你来参加哈。讲一小礼，我们说你感谢济，咱去欢迎陈建文长老。因应该是转来台湾吼，煞互伊关掉的有未转去美国啦吼。毋过因要读遮个资料，早转去有参加即个网络的即个爱上陪伴吼，即方面的上课，爱咱有资料来参考。欢迎恁吼。建文长我看资料写讲，因是美国南加州的奥本的教会吼，有长老教会伫遐来参加聚会啦吼，伫遐做长老，真感谢主。是加州洛杉矶的南边啦吼，有真侪咱台湾人教会吼，咱真欢迎今仔日你甲阮做敬拜上帝安尼。我说过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就好吼，就是有关防疫的新生活的问题。咱来看周报内面吼有写吼，当然有一个小小的经证就对啦吼，意思是讲咱因为政府宣布对6月初7开始，咱就是一个较好放松的即个防疫的生活。但是咱教会主日礼拜吼，犹原请兄弟照常啦吼，咱挂口罩，吼，这是咱家己准备的就对啦吼。所以咱继续对于政府讲会使毋免挂口罩，咱才拍起来吼。但是较无像原来咱尔啊紧张啦，因为咱知影讲寒呢袂歹保护吼，咱嘛较袂去感染着其他的病菌的袂歹，咱管事就好吼。但是呢，咱原来有咧讲6月初7嘛，无要搁量体温，无要搁干洗手。咱长老是讲，莫遐尼紧啦，较紧，咱6月搁继续安尼做。意思讲，后礼拜开始，咱1个月要继续干洗手，甲家己量体温，较保险就对啦吼。搁有兄弟家己拢有自我保护所以安尼咱真确定就对。这点是较特殊吼。其他呢，咱照这周报内面吼，咱周间厝已经恢复正常，祈祷会嘛恢复伫咱4楼7点50开始。咱圣花队也要伫拜6开始练歌，后礼拜开始练诗吼。咱爱餐嘛，预定要对后礼拜就来开始啦吼。咱主日学也社区音乐班甲新年转角，遮由因各单位家己来选购甚物准备恢复，安尼就对吼。对圣爱餐吼。顶礼拜咱有做一点问卷调查，讲咱有准备爱餐，毋过你敢有伫万心讲我来接我无问题，所以请咱举手讲有人要参加无？顶礼拜听讲差不多无一半的人举手啦。若是顶礼拜你无举手，是讲后礼拜要开始有爱餐，你也想要参加吼，你请你搁甲中职讲者，讲顶落我后礼拜有爱餐我要参加吼。因较好统计人数，尔无啥物特别意思吼。你讲我有想要参加，你就知影讲人数。顶礼拜举手的就免搁讲即礼拜讲我有听到要参加，互伊通准备分数就对啦吼。我大概几人分，互咱会无够，嘛莫出伤济安尼吼。咱拄则有讲到迄个歌唱的训练吼，昨昏吼真活泼，真生动，真侪兄弟学了，感觉真有意思。所以你鼓励讲后礼拜，虽然你第一顿无听袂要紧，你有要参加，赶紧来甲咱的嘉荣干事报名。
特别伊咧鼓励讲，咱生活平凡嘛会当参加吼，伊即个老师吼真有经验，欢迎咱来报名来参加安尼吼。其他的消息呢，咱拢有写伫即个所在吼，咱家己来看。咱有关卫风匝道的公主的婚礼会参加即个喜宴吼，今仔日报名最后一天，因通去统计人数吼。以后啦，袂你啊家己讲啦吼，家己讲安尼。好，其他的消息咱家己看，咱后当然咧，大国加一个有咱的即个咱有小个成立一个青年委员会，要任命即个李伟执事，加做一个青年事工的统筹。因咱教会发现讲，咱已经今年设到44名，咱即摆爱阁栽培新的一代，所以咱讲有即个需要来整合即个青年事工。吼，第二是咱恭喜咱的即个总结小组，咱的小组有阁增加一组因咧会生出一个新的组，就要请丽珍姐妹来做小组长，咱家己做中医。那总结14李家华，你底下那个泡泡中医的，丽珍姐妹在领水场留下来咱家己推祈祷，求主互咱的教会圣工那方天光，用来做报告来做结束上明，请起立平行庆诗第391首，临时刷请教务处。圣实的上方扶持帮赞赐福，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你即时直到永世代不衰。阿门。谢谢咱立德来聚会。